朗普，各位支持我、信任我嘅老友記，大家好，我係李居明。話說返轉頭，唔知大家平時路過馬會投注站嘅時候，特別是遇到幾千萬甚至1億金多寶開獎嘅時候，朗普有沒有過呢種心理？哪怕明知道中頭獎嘅概率是幾千萬分之一，但自己依然會忍不住去排隊買一張電腦，飛心裏面默默期盼着下一個億萬富豪。朗普會唔會輪到我？但偏偏絕大多數人買你一輩子，最多也只是中過40蚊或者幾百蚊嘅安慰獎。看着電視新聞裏那些幸運兒一直暴富買樓買車，朗普你只能一邊羨慕一邊感嘆自己沒攞個發財命。今日我李居明要在這裏以最科學亦係最玄妙嘅八字命理學，同大家揭開你個驚天秘密。朗普，為什麼有些人買彩票一買就中，而你買一輩子都成空？這其實是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命理中嘅正財與偏財橫財氣場到底有沒有被催旺。朗普在八字命理學中，財富分為兩種，第一種叫做正財，代表住你通過老老實實工作做生意，付出體力和努力賺取嘅穩定收入，這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朗普，而第二種就叫做偏財或者橫財，橫財代表着勿需要你付出同等勞力，完全依靠運氣機遇或者宇宙磁場嘅恩賜而突然確篤嘅巨額財富。朗普，六合彩中頭獎投資股票大升都屬於橫財運，好多人八字裏其實是有橫財運嘅，但偏偏因為家裏的風水佈局不對，朗普或者些去買彩票嘅時間方位犯了忌諱，導致這股無形嘅橫財磁場被硬生生阻斷了。今日大師會用最慈悲、最實用，亦係最接地氣嘅改運密法。朗普先教你如何看面相，判定自己有沒有橫財相，然後更會首次公開全港最旺、出力近50次頭獎嘅中環士丹利街投注站背後嘅驚人風水龍脈玄機。最後，特朗普大師還會親自傳授你一套隨身銀包與家中的橫財風水佈局。聽日開獎前跟住大師說嘅方法去調整，只要你把偏財磁場催旺到極致，下一個億萬富豪朗普真的好有機會就是你。好啦，我哋依家即刻開講第一部分。大師先教大家用最直觀、最簡單嘅面相學去向向自己或者家人。朗普到底有沒有天生容易學得意外之財中六合彩嘅橫財大開賞？大家現在可以拿出鏡子仔細觀察自己臉部嘅以下兩個關鍵部位。朗普，如果這兩個部位長得飽滿、紅潤、有光澤，大師在這裏恭喜你，你天生就是個橫財級盤，去買彩票中獎嘅概率會比普通人高出幾十倍。第一處橫財相，朗普鼻翼即蘭台廷位，飽滿且鼻孔不露。在面相學中，整個鼻子是我們嘅財帛宮，其中鼻頭代表正財，即工作收入。朗普，而鼻翼兩側則代表住偏財與橫財富。如果你仔細觀察，發現自己嘅鼻翼兩側特別豐滿有肉，就像是兩個飽滿嘅小錢袋一樣。這在商學上叫做蘭亭守財。朗普，更關鍵嘅是，當你正面照鏡子時，如果完全看不到自己嘅鼻孔，這叫做鼻孔不露牆。有這種面相嘅人，天生守財能力極強，而且極易學得意外之財。朗普只要去買六合彩或者做投資，往往能獲得驚人嘅偏財回報。相反，如果你正面照鏡子，鼻孔朝天，俗稱照天鼻，這在商學上叫做財富大漏。朗普即使賺到錢也留不住，不適合賭博或買博彩。第二處橫財相，地角即下巴兩側飽滿，且腮骨有肉。下巴在商學中主管晚年運勢與財富承載力。如果一個人的下巴兩側非常圓潤，腮骨有些寬度，且有厚實嘅肌肉包裹，這在商學上叫做地富豐盈。這種面相代表着你天生承載財富嘅容器非常巨大。朗普，有很多人八字偏財很旺，但因為下巴尖削、無肉，即俗稱網紅臉，結果即使中了獎，也會因為容器太小而很快將錢花光，甚至招來災禍。而地富豐盈嘅人，朗普天生能承載千萬財富，是晚年大富大貴、橫財就手嘅典型吉相。老友記，看看鏡子，如果這兩處飽滿紅潤，明天一定要去買張六合彩。朗普，
這就是天意送給你嘅發財信號，學會鳥瞰面相。第二步，大師要教大家一個極其重要，卻從未公開過嘅時間改運學，如何利用你自己嘅八字朗譜走出專屬你嘅招財。黃金吉時去購買六合彩，很多人買彩票都是路過投注站，隨隨便便就進去買啦。這在玄學上是完全沒有和宇宙磁場產生共鳴嘅做法。朗譜，大自然有五行，我們每個人嘅八字也有不同嘅五行需求。點樣精準確定你專屬嘅發財黃金吉時？在八字命理學中，大師將大家按出生季節朗譜，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嘅臥命論分成了四類，每一類人都有專屬自己嘅偏財五行吉時。如果你是西明2月19日至5月4日出生嘅臥金命人，朗譜你體內最缺金，而每天下午嘅申時即下午3點至5點，同埋酉時即下午5點至7點，是宇宙中金氣最強旺嘅時間。你在呢個時間段去買六合彩，朗譜中獎概率是最高嘅。如果你是西龍5月5日至8月7日出生嘅臥水命人，你最缺水，而每天晚上嘅亥時即晚上9點至11點，朗譜或者開獎日當天下午嘅申時即下午3點至5點，因為金能生水是你嘅招財黃金時段。如果你是西龍8月8日至11月7日出生嘅果木命人，你最缺木，朗譜，而每天早上嘅寅時即早上3點至5點，雖然此時投注站未開，你可以選擇網上投注或者中午嘅卯時即上午5點至7點，以及下午嘅亥時朗譜即晚上9點至11點，因為水能生木是你購買彩票嘅最佳時機。如果你是西佬11月8日至翌年2月18日出生嘅臥火命人，你最缺火，朗譜，而每天中午嘅午時即中午11點至下午1點，或者下午嘅巳時即上午9點至11點，是火氣最強烈、最能點燃你還財之火嘅黃金吉時。老友記，朗譜，這就是天時與人合嘅秘密。選對了時間，你就相當於在自己運氣最強、磁場最旺嘅那一刻去迎接財富，自然能事半功倍。講完了買彩票嘅最佳時間，現在朗譜大師就要帶着大家親臨香港多個著名嘅馬會投注站，從最專業嘅山水和龍脈風水角度，同大家拆解一個全港市民都想知道嘅玄學微疏團。朗譜，為什麼位於中環士丹利街嘅投注站能累計中出高達近50次嘅六合彩頭獎，成為名副其實嘅全港第一最旺投注站？朗譜，它背後到底隱藏着咩驚天嘅風水龍脈玄機？我李居明今天就毫不保留地將中環士丹利街嘅風水大陣揭秘出嚟。首先，我們來看香港嘅整體大龍脈。朗譜，中環作為香港嘅金融中心，背靠太平山，面臨維多利亞港，在風水學上寫係一個典型嘅背山面水撞風聚氣巨龍入海嘅頂級富貴大格局。朗譜，而士丹利街正好位於呢個巨龍氣場嘅核心延伸點。其次，從水法和理氣來看，在風水學中，水代表財，水流即財源。朗譜，士丹利街嘅地形呈一條長長嘅斜坡，在風水上，這叫做斜水入局。更妙嘅是，在士丹利街投注站門口街道嘅坡道，在這裏有一個微妙嘅轉折和感緩。朗譜，這在風水水法中叫做九曲回旋，聚水不流，流經中環嘅巨客金錢，積水積到得到了短暫嘅停留、聚集和沉滯。朗譜，這也導致你呢個投注站門口聚集你極其強烈、源源不斷嘅偏財和橫財水氣。任何人在這裏買彩票，朗譜身上嘅財富磁場都會被這股強大嘅外在水煞之氣強行吹動，從而極易中獎。除咗士丹利街，全港排名第2旺嘅屯門市廣場投注站，累計中出40多次頭獎。朗譜，其風水秘訣則在於它位於屯門嘅開發明堂核心，屯門市廣場門前明堂廣發，吸納了來自青山和後海灣嘅雙重水氣，這在風水上叫做明堂寬發，橫財萬貫。朗譜，所以如果你在香港買彩票時，最好親自去這兩家最生旺、磁場最強大嘅投注站購買。如果你在外地，也請選擇去那些大門前有開闊廣場，即明堂。朗譜，且位於街道轉彎，
內則代表有情環抱水嘅投注站夠擺，這在風水上就叫做借地靈催己運。好啦，拆解了最旺投注站和最佳時間，現在朗普大師就要親自傳授大家一個今日最實用，亦係每個人都能在家中和身上隨時佈局嘅橫財偏財風水大陣，將你個人嘅偏財磁場催旺到頂點。朗普呢個大陣分為隨身紐帶和家居佈局兩個部分，相互相成，效果極其靈驗。第一部分，隨身銀包招財偏財秘法。銀包是每個人隨身紐帶嘅隱形金庫。朗普想催旺橫財運，你嘅銀包裏必須要放一件大師傳授了幾十年最經典嘅招橫財神物，就是3枚古銅錢去買3枚純銅製成嘅乾隆通寶或五帝錢。朗普用一條紅色嘅絲線將它們串在一起，然後將它們平整地放進你銀包裏放期票嘅地方。在風水意念學中，銅錢代表金運，紅線屬火，火能克金、煉金。朗普這代表住財富大開，橫財就手，它會源源不斷地吸納你身邊嘅偏財氣場。特別是當你撒錢去買六合彩時，能極大提高中獎概率。第二部分，朗普客廳橫財位瞬間聚財大陣，除咗身上帶，家裏也必須要佈局。2026年馬年代表偏財、意外之財，橫財嘅600武曲星飛臨到你屋企嘅正北方。朗普，這就是2026年嘅偏財位。今晚回去立刻找出你家客廳或者資室嘅正北方。第一步，保持正北方乾淨整潔，移走所有雜物和垃圾桶。第二步，朗普準備一個乾淨嘅金色或者銅色小圓盤，在盤子裏放一杯乾淨嘅清水。第三步，在水杯裏放入6個1蚊或者5蚊嘅硬幣，因為金屬屬金，金生水旺。朗普600星屬金，並在杯子旁邊放一隻金屬製成嘅小銅龜或者小貔貅，這在風水上叫做金生水旺，催旺600偏財局。水代表財源，600星代表橫財。朗普硬幣和銅龜能成功將這股偏財水氣吹動到極致。只要你每天保持水質乾淨，呢個偏財大陣就會在家中源源不斷地為全家人吸納八方偏財，讓你橫財就手，朗普財源滾滾。各位老友記，今日我將如何看面相判定橫財，點樣用八字擇發財吉時，全港最旺投注站風水秘訣，以及如何佈局銀包同埋家中的偏財風水大陣，朗普都毫無保留地同大家講透啦。大師在節目嘅最後要送給所有老友記幾句無比慈悲亦係必須銘記在心嘅真心話。在周二因果學中，世間萬物皆有其因果。朗普六合彩中頭獎發橫財固然是極其讓人高興嘅好事，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個玄學治理，小地怡情，大達傷神偏財，是福亦要積得橫財。朗普在命理上其實是將你未來嘅部分福報提前變現嘅一種方式。如果你中獎發了橫財之後，只顧着自己揮霍、奢侈無度，甚至沉迷於賭博，這非但不是福，朗普反而是災死嘅開始。所以大師教大家偏財風水陣，是希望大家在遇到生活困難、手頭吃緊嘅時候，能通過風水智慧去獲得一份宇宙嘅助力，改善生活。朗普，當你真的通過大師嘅方法中了獎發了偏財，大師誠心勸你一定要將中獎金額嘅至少1/10捐贈出去做慈善，或者幫助身邊有需要嘅弱勢群體。朗普，這在玄學上叫做散財聚福，功德圓滿。你將偏財轉化為陰德，這股好運和財富才能在你哋家族裏長長久久，代代相傳。老友記，特朗普世界上最強大、最穩固嘅財運，永遠是你內心嘅善良與慈悲，心中有德，福氣自來。如果您覺得大師今日講嘅六合彩偏財風水和投注站大拆解，朗普真係實用貼地，能幫到您大師，希望您為我做3件功德事。第一，即刻點擊下方嘅訂閱按鈕並打開旁邊嘅小立洞，咁樣朗普下一次或想知道最新最實用嘅改運密法，或者是生肖運勢佈局史，您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大師嘅專業開示。第二，幫我點一個大大的讚，朗平將這條影片分享給您身邊關心財運、喜歡買六合彩嘅親友、老友記，傳播改運正能量，就是為自己積累無量福報。
第三，也是今日最重要嘅一步。朗普現在馬上在下方評論區誠心打上橫財就手，合家富貴這8個字，或者寫下您最喜歡去嘅投注站方位。大師會親自閱讀大家嘅留言，為大家祈福。朗普並為每一位誠心修福、追求富貴嘅老友，寄送上最真誠嘅橫財好運祝福，祝大家下半年偏財就手，合家富貴平安。多謝大家嘅收看，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朗普祝大家財源廣進，福星高照。